二女，臭美啥？哎，这拖鞋送我行吗？小气。夫人说了，这侯爷府里只有他和夫君才能穿这个拖鞋，还有我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能穿？我穿怎么了？我就穿。你穿就穿呗，生那么大气干嘛呀？看不上我姐这样的，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，把人都看扁的。子豪啊，你就自己随便先转转吧，我工部还有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请便，请便。哟，殿下海涵，夫君呀，一大早匆匆忙忙的就出去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啊，我知道，他去南林院了。皇家禁地，岂能随便去的？当然去的，本宫把腰牌给他了。他去那儿干嘛？他没跟你说吗？去看棉花了。不曾提过。怎么可能？本宫还以为你跟子豪是无话不谈，看来也是言过其实了。殿下既然知道今日夫君不在，那来府上有何贵干啊？哦，本宫就是想托夫人传话给子豪，就说本宫今天没有心情陪他一起去。殿下来的这些日子，想必五木遗书和那些偏方录的也差不多了吧？还早着呢，这子豪身上的东西啊，还真是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竭呢。可不是嘛，臣下偏偏碰到这么样一个聪明的夫君，幸福的要死呢。可就是怕他剑走偏锋。昨儿他还跟我唠叨什么崔府的新罗妇，恨不得占为己有，那样子呀，龌龊极了。殿下，夫君好歹每日给你录五木遗书，连自家的偏方都慷慨送上，如何惹得公主这般作践他？夫人，本宫可是好意，好心提醒你，这子豪以前是养过外宅的人，算是有前科。要真是老毛病犯了，你担待得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子豪又不在，本宫就先回去了。恕臣下身子不适，恕不远送你。不用送了，你们侯府这院子，本宫熟得很，你就别送了，好生养着吧啊。什么意思？这分明就是来挑衅的，简直绝他身！夫人息怒，息怒。其实夫人她是关心你的。我才不信他也就关心他自己吧。她真的关心你。自从他做了侯爷夫人，那高傲的脚丫子都朝天了。夫人，二爷，快出来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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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累死我了。夫君啊呀，来，拿着，累死我了。这是传说中的寒瓜。夫人好眼力呀！寒瓜，切来尝尝。别，着什么急呀？这玩意儿得在井里镇才行。哎呀，我累了一天了，你们俩费点劲儿，抬到井边去。夫人，走。夫君哪来的瓜呀？啊？哎呀，说来也可笑，今天啊，我去南林院，哎呀，这瓜是在皇帝老人那偷的。那夫君去南林院，怎么也不跟妾身说一声？我走的太匆忙了，没来得及跟夫人打招呼。倒是顾得上跟公主打招呼。
夫人此言差矣呀。这个你想，我要是不跟公主打招呼，就没有腰牌，没有腰牌怎么进南林院啊？进不了南林院，就弄不来寒瓜和棉花呀。没有棉花的话，怎么给夫人做一件贴身小棉袄？做不了贴身小棉袄的话，那为夫真是抱憾终生啊！什么是贴身小棉袄？贴身小棉袄就是一件能穿在身上御寒保暖、厚而不沉、软绵绵，就好像躺在为夫怀抱一样的衣服。原来夫君心里一定就是妾身，那是必须的。这不劳累了，走吧。听说这瓜只有皇家才吃得上，今日真是饱口福了。还说呢，今天啊，我去南林院又碰见那个姓李的，哎，他居然比我还目无王法。啊，他说话嘛还老端着，我觉得他这个张破嘴啊，早晚得惹事儿。那夫人离他远点，免得惹火上身。都别跟我抢，待我明儿吃。吃瓜不吐籽儿，小心肚子里长个大瓜，长出来更好。我吃个痛快。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那个籽儿都不许咽啊，也不许乱吐，都给我吐这盘里。明天咱们自己家种。还是姐夫有远见，有一准不咽了。要是咱家自己能有片瓜地，那岂不赶上皇亲国戚的生活了？哪有那么巧？就这破玩意儿，几百年之后扔大街上都没人捡。又说荤话，夫人又不是大王八，净说几百年以后的事儿。夫君的意思是，咱们以后都长命百岁。对，都活得跟大王八似的，再活个千年万年的啊！没人要我吃了啊！南陵公主到。皇兄喊我来有事。皇妹啊，朕今日见了王子豪，甚是惜才啊，实在不忍让他在市井里消磨啊。皇兄是想让他做官？是。他这个人啊，才华倒是一顶一的，可惜无心仕途，所以才让皇妹出面说服嘛。那我尽力而为吧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物？来到大唐整整1年了，也不知道家乡的亲人好不好。这时候要是有根香烟抽就好。夫君，一猜你就在这儿。兄弟机灵。夫君，你每次在这儿的时候，都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唉，夫君，你跟妾身很像呢，都是孤零零一人。小脑瓜子想什么呢？你有我，还有夫人，都宠你爱你的，你怎么是孤身一人呢？心里寡寡的，只有跟夫君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踏实。又给我犯矫情是不是？闭紧了吗你？夫君还一直把我当小孩看呢，其实我都长大了。夫君你看看，风不风韵，喜不喜欢？喜欢个屁！喜欢！一说对了就打人。你还敢拆穿我？你就不怕以后不待见你？妾身不怕，夫君喜欢妾身这个样子。平日里妾身活得假，只有跟夫君在一起的时候才活得真。要是这样都不行的话，妾身就不活了。就不活了？好。哎呀，活了。小侯爷，你这大热天在这站着晒不晒？热不热呀？心静自然凉。行吧，你慢慢静吧。你把这胡子刮了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？没治。夫君，崇贤馆啊，今天来了个官员，邀请夫君过去讲学呢。崇贤馆，一听就道貌岸然。
幸亏今天出去了，要不然被他们缠上还真是麻烦。这多少人争都争不来，被夫君一说，还倒成了乌烟瘴气的地方了。听妾身一句劝，夫君一旦进去了，那身份就大不相同。这见皇帝呀，都是坐着的。就是撅着见皇上，我也不去。那人家都来了，总不能不理不睬的吧？那你就和和气气的把他推脱掉就是了。你看，总之不能答应，染上了就是麻烦。那妾身就不明白了，顶好的地方能有什么麻烦啊？哎呀，夫人不懂，官场如战场，没有个三头六臂的，索性就敬而远之。那什么是三头六臂啊？夫君，不如教教妾身。就不怕为夫辣手摧花？轻点，人家来这小渊源。什么时候来？偏偏现在来。来了也好，正好我托他回个帖，把这事儿回去了就得了，免得夜长梦多的。公主吉祥。子豪入朝为官，可喜可贺，该是你吉祥才是。得了吧，大姐，我还想颐养天年呢，还想跟你们几个白头偕老呢。去，别以为说些混账话就能糊弄过去。真没说瞎话，我真没拿你当外人，就差在家里边给你安排住宿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就跟你直说吧，我不想当官。凡事好商量，你离我近些，坐远了不舒服。你说天那么热，离你近了才不舒服呢。你也直说吧，我怎么才能既不伤和气，又妥妥当当的把这事儿给回绝了？你这个人呢，我早就看透了，这脑子里除了些旁门左道、耍些小聪明以外，正经本事什么也没有。本宫是和你处久了，知道你是想安稳过日子，可这不知道的人呢，还以为你是想以退为进，另有所图呢。另有所图？我图什么呀？你能图什么呀？就你那点本事，顶多图个钱财而已。你别用激将法啊，没用，捞点干的说吧，到底该怎么办？这在崇贤馆为官，容易和皇家接触，什么皇子呀、太子的，就连皇上也会亲自问询，这想不出名都难。问题是我不想出名啊。本宫知道你不爱显山露水，可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事儿啊回不了，这是皇上钦定的。那我就去青楼包个场子，再把程初那几个色鬼都叫去，闹上个3、5天。到时候我看什么崇贤馆，估计连馄饨馆也不敢让我进吧。我看你是一早就存了这个心思，想借着这个理由去快活一下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皇上相中的人呐，只要没杀人放火，没丧尽天良，就算是开青楼也无妨，最多是落一个风流才子的佳名而已。那我就装疯，我就不信皇上还能让一个疯子去当官，那也太有伤大雅了吧？那你就装啊，你要装就装个彻底，让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地地道道的疯子。你别以为我不敢啊！没以为你不敢啊！你逼我是吧？不逼你哪成啊！你要装就要装得像，兴许这皇上还能改了主意。行，老子豁出去了。小侯要公主吵起来了。吵了才好呢，不管他们。啊！可是他们的傻站着干嘛？下去啊！哦，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是镜中花，我倒要看看能折腾出个什么新鲜来。小侯爷，不知道呀。二娘子，栓子，夫人，您喊我？小侯爷去哪儿了？我好像不知道。是不是跟公主出去了？似乎是这样的。去哪儿了？知道吗？这个公主不知道搞什么鬼。夫人您放心，二娘子跟着。
次没跟你家的娘子一样闷戳戳的了。哎，栓子。你喊我？哦，那天是我话说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啊，那天忘了。还有，谢谢你的鸡蛋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哦，给。哦，这是二夫人那天赏我的桂花糖，往后你要是头晕了，就含一颗。我不要，谢谢，我不要。了个亲娘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莫非是让官府抓了不成？这个才好，还真去装疯卖傻。我看他呀，是真疯了。公主，我成功了，我终于成功了。你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？快给我仔细说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头一次见这种阵势，真是长安城是万人空巷。那上到7、80岁的老太太，下到吃奶饭，没有一个不拍手叫绝，就连真正的疯子都被我吓得满街跑。什么西红柿啊，臭鸡蛋呐、菜叶子，通通朝我扔来，太畅快了，呜呼呀！我倒要看看，这次还有没有人找我去做什么闲官？那我可是要恭喜你了，真是恭喜你了。哎，我昨天去南林苑碰见了一个熟人，他给我喝了一杯茶，跟这个茶一个味儿啊。是吗？啊？莫非你还送了其他人？装，给我装。是李氏啊，上次你带来的那个。哦，是他呀，我送的。你不是说可以送一些给亲戚朋友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说，你俩什么关系？清白关系。有多清白啊？跟我谁交代？想屈打成招不成？我送了好些人呢，总不能每个都向你打招呼吧？大不了以后我不送了。哎，别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要是真是正经朋友的话，那该送还得送啊。我又没说什么，我不就问问吗？没怀疑你，倒怀疑起本宫来了。我小心眼儿啊，怎么了？怎么着？还想把本宫据为己有不成？随便。嘴还挺硬。放心，本宫心里啊，只容得下你一个人。这还差不多。要不上床上待会儿？居然跑到大街上装疯卖傻，这种事儿也只有夫君做得出来。我呢，不也是被逼无奈吗？要是真是直接聚招，兴许要杀头的。我也不想你变成寡妇呀，这叫狗急跳墙。那这下好了，夫君一夜之间名满长安，现在连3岁的顽童都知道，妾身嫁了一个疯夫君。咱们关上门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你管人家怎么说呢？可是妾身就不明白，夫君为何如此忌讳崇贤馆？为夫闲散惯了，去了倒给人添堵。再说了，哎，就馆里那帮人，哎呦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啊！我可不屑与他们为伍。真的？那还是不去的好，咱落个清闲，免得他们把我夫君带坏了。这不正好抽身重建庄子，今天我得跟钱叔好好商量商量。哦，昨天我问过钱叔了，他说照目前的情形看，到了中秋节，佃户们就能住到新的房子了。那好啊，这中秋节佃户们就有地方团圆了。是啊，老四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的婚事姐最近给你留意着呢，
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。我的事儿你少管啊，大清早别添堵行吗？什么态度？你怎么好赖不知啊？哎呀，完了，这饭又吃不成了，又是逼着我录五木遗书的口供了，想着我脑袋都疼。我看夫君巴不得脑袋疼呢。奇怪。姿势。在那儿站着干嘛呢？那么晒。子豪，你过来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筛子，筛子里边是什么？瓜子儿，韩瓜子儿，哪儿来的？送的。谁送的？你不认识啊？说实话。李氏送的。送了几个？我数数。我问你是送了几个瓜？一个。这瓜子儿啊，本宫没收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凭什么没收？我好不容易弄的，哎。那我不种了，咱们炒了吃了总行了吧？炒？怎么炒啊？就是弄点调料放在干沙子里边一块炒，可好吃了，又香又脆的。还第一次听说这种吃法，真想尝尝。那你拿去炒吧。哎，还不知道你想什么呢，想骗我？行，算你狠，我还懒得种呢。反正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？想吃就管你要，还真是清闲。臭德行！这天这么热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去山庄上？过几天吧，这几天忙。你要是嫌热，你就先去。那也行，就陪你先热2天吧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？我想让那女掌柜跟你家老四学学本事，行不行？行啊，你看我多爽快！今天晚上我就跟老四说，让他好好拾掇那个女掌柜。就你那个女掌柜啊，那眼睛都长脑袋顶上了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这不是就得罪你2次吗？就这么记仇？我的人，该拾掇的时候绝不手软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等你消息啊。王子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搞个发明创造，吃喝玩乐、打屁泡妞倒是没问题。可是要是当了公务员，那这官场还真不是好混的呀。所以他决定装疯卖傻，躲过这个关。下一集呢，子豪发明了火药，被工部发扬光大，战争利器面世了，那么大唐将更加强盛。哎呀，好啊，怎么样？打不死的，骨头都炸酥了吧？这么大的家伙，还不把敌军的屎尿都炸飞上天啊！